Hello，大家好啊，有波記啊嗱，今日波記嚟到十里銀灘華苑小徑灣呢邊啦吓。假如話你哋想喺惠州海邊揾翻一套旅遊度假房，但係唔知道呢個地方究竟適唔適合自己，波記俾你哋一個建議啦吓。可以揾下波記過嚟呢邊租一間房住半年或者一年，體驗下當地嘅一個風土人情啦，包括生活環境啦。包括呢邊嘅所有嘅一切，究竟適唔適合自己，再決定是否買與唔買。咁啱呢，波記手上有一套華苑小徑灣嘅一個租盤喺度啦嚇，租金僅只需要1800一個月，包管理費，包網絡費。另外嘅話呢，呢個小區呢，一落樓呢，一排有我哋嘅一個商業街喺度啦，落樓有我哋嘅食肆、超市、街市買嘢非常之方便，另外仲有車可以坐去我哋嘅嗰個關口啦，包括大亞灣嗰邊嘅咩萬達廣場啦、五月廣場啦等等諸如此類嘅呢啲大型商業配套啦。好啦，其他廢話唔多講，即時帶大家上去睇下呢個單位究竟靚唔靚仔啦。咁我哋喺上面見。Looking for you, looking for you， 万物复苏，花儿为你盛开，心透明为你留白，乌云不会是阻碍，我要把你找回來。OK， 咁我依家嚟到呢個單位嘅入戶門呢度啦。嗱，呢個單位呢，靚係靚喺邊度？第一個對流，南北對流。平時呢個窗戶可以打開嚟，形成一個對流嘅。但係咩呢？就算佢呢個窗戶唔打開嚟，都一樣好通風啊！今日唔知係天氣問題，抑或係點樣啦反正呢個單位真係租落嚟非常之好住舒服OK， 咁入嚟同樣右手邊咧係個開放式廚房啦。咁咧可以見得到咧，成個廚台咧都已經搞得好乾淨㗎啦，好企理，基本上可以話係冇咩油漬喺度㗎啦咁過到嚟呢邊咧先睇出邊先，呢邊係一個儲物箱嚟嘅可以擺翻啲雜物擺翻自己啲日常雜物啦，上下兩層呢度又有嘅呢邊係我哋嘅衣櫃衣櫃。咁入邊嗰啲枕頭被鋪呢啲基本上都係有噶啦OK， 咁過到嚟呢邊就係我哋嘅一個衛生間啦衛生間可以見得到三段式分離，馬桶啦、熱水器啦、洗手盆啦、淋浴區啦成個淋浴區都已好闊落噶。呢層OK 可以見得到呢個淋浴區真係好闊落嘅，同樣咧係帶一個明窗嘅設計，個窗戶喺上邊嘅，佢呢個唔係暗廁嚟噶所以話佢呢個單位住落嚟係非常之舒服啦，即係俾我嘅感覺啦。咁過到嚟電磁爐、烤箱冰箱包括呢啲擺嗰啲沙煲罌罉嘅嗰啲櫃啦，包括呢啲細細個嘅儲物櫃呢啲全部已經有齊噶啦。凳啦、床、被鋪、兩個床頭蓋，包括張床，呢啲床唔需要換噶啦，直接可以住嘅。包括呢個過濾器，呢個過濾器咧係上一個租客留低嘅衣櫃，呢個衣櫃係新買嘅衣櫃新買嘅，當時係冇嘅，係啱買過嚟冇幾耐嘅，大概都係成10日到啦。咁過到嚟呢邊梳化呢邊咧仲可以擺翻少少嗰啲，睇先，哎呀可以做成個梳化床噶呢個如果有朋友親戚過嚟，如果一張床肯定就唔夠噶啦呢個就可以作為臨時用噶啦 OK。 咁呢邊仲買咗張電腦台啦，平時放嗰啲 iPad 之類嘅或者電腦呢個都可以用得到噶啦。可以話佢呢個單位基本上幫你配齊，你都唔需要買咩啦呢度仲有一張台呢度仲有一個吸塵機呢邊仲有一個吸塵機嘅燈啦OK。咁過到嚟呢邊有個地蓋，電視呢啲全部係全新噶啦全部全新噶啦呢啲入邊有一個儲物蓋包括呢邊仲有一個蓋可以擺翻其他啲
裝飾品之類，一係睇翻自己啊，睇翻自己。過到嚟洗衣機嗱，洗衣機呢個都係新噶啦啊，全部都已經喺度噶啦啊。咁過到嚟呢個騎樓，呢騎樓好方正啊，非常之好用啦。呢騎樓大概差唔多有去到8-9個方左右度嚇，8-9個方。晾衣杆，呢晾衣架全部裝好。嚟睇翻出邊，一閃望海啊，一閃望海，冇任何遮擋。如果現場睇嘅話咧，係咁樣嘅現場睇的話咧，就係咁樣啦啊。因為我放咗個廣角啊，所以將周邊幾十米嘅全部都收入喺我呢個鏡頭。咁遠望海啦，藍天白雲，今日嗰個海景非常之靚仔啊！下邊呢個係我哋個洋房啦，樓下係我哋嘅一個屋苑啦啊，環小徑灣嗰個綠化園林啊、物業啊，搞嗰啲衞生各方面，真係冇得講，真係冇得講啊！所以話一個好嘅物業嚇，對一個單位或者對一個屋苑嘅一個保養啦、護理啦、管理啦嚇，真係起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作用啊！你哋試諗下，大家差唔多都係有10年到11年嘅樓齡，華潤小徑灣呢邊同隔離十里銀灘對比，真係一個天差地別嘅一個區別啊！有過嚟呢邊睇過樓嘅，有過嚟呢邊玩過嘅，我相信嗰啲人、嗰啲客戶、嗰啲朋友，佢應該自己心入邊已經有一把秤，點樣去衡量邊度高邊度低，大概就咁樣嘅情況啦。好啦。好啦，嗱入翻正題啦。嗱，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套租盤咧，業主報價1800嚇，1800嚇。上一層樓佢係揾阿波記買過嚟嘅嚇，佢係人喺美國買過嚟租過一次半年，但係呢個業主對租客要求好高嚇，1800呢個價格，如果你哋覺得有需要嘅嚇，可以幫你哋再傾一傾嚇，可以見得到上一手個業主嚇對呢層單位嗰個愛錫度嚇，個租客講錯咗嚇，租客即係佢嘅生活真係好企理嘅，基本上係按照原來嗰個樣交翻俾我哋呢個業主，因為呢個業主佢係早期買過嚟全新裝修過啦嚇，所以成層樓保養好靚仔啊！最後同大家再重申多次，呢層樓咧租金1800。家私、電器、空調、洗衣機、冰箱衣櫃，反正你哋諗到嘅呢度嘅所有一切，全部都已經有㗎啦嚇。而且呢個1800係包物業費、包網絡費基本上可以話直接實現一個拎包入住嘅呢個單位，好搶手，好搶手啊！如果咁啱，你又想喺惠州海邊買層樓，但係心入邊15、16唔知適唔適合自己呢個單位你可以攞嚟即係自己租過嚟體驗下，試一試住一住，究竟適唔適合自己，符唔符合你哋嘅一個要求啦咁好啦，咁呢條片就分享到呢度俾大家啦如果有需要嘅，上方有波記聯繫方式，好冇可以聯繫波記過嚟實地去睇一睇，好冇？咁再次感謝大家嘅收睇啦。最後嗰句，惠州買樓記得揾波記，梗係接受惠，多謝晒。